你知唔知平時你去街市見到啲30蚊一條，生生猛猛喺個水缸度游嚟游去嘅鮮魚，隨時係一條尋日死咗，今日識游嘅化學僵屍魚。你以為自己執到寶，用30蚊就買到條游水鮮魚返去清蒸，諗住啖啖肉又鮮甜，但其實你全家食落肚嘅，可能係一堆用化學藥水夾硬吊住條命，甚至死魚復活嘅毒藥。今時今日香港買餸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個街市30蚊游水魚嘅黑幕，背後隱藏住嘅暴利同科技，絕對會顛覆你對新鮮呢兩個字嘅認知。平時我哋行街市，行到海鮮檔，總會見到班師奶或者阿叔圍住啲大水缸，上面用筷子皮寫住特價30蚊條，25蚊兩條。你行以往過去睇，啲魚真係好似好有活力，喺度游上游落，尾巴擺得幾勁。但你又有冇諗過？依家買飼料、生油、電費，甚至連個水缸租金都加到咁貴，點解啲魚仲可以賣得平過一碟叉燒飯？如果係正常由魚排或者海魚撈上嚟，扣除物流、人工、死損，30蚊條根本就係蝕本生意。但係班魚檔老細唔單止唔蝕蝕，仲可以買車買樓，咁究竟呢啲魚係邊度嚟？答案就係呢啲魚根本就唔係正常嘅魚。行內人爆料，呢啲所謂嘅30蚊游水魚，好多都係由內地一啲密集式養殖場，經過化學大改造之後運落嚟香港嘅加工魚。正常一條魚離開咗原本嘅水質，經過幾百公里嘅長途車運送嚟到香港街市嘅時候，一早已經死傷過半。正常情況下，死咗嘅魚就叫死魚，只能夠擺喺冰面度當做冰鮮魚賣，價錢可能得返10蚊8蚊，甚至要丟。但係自從有咗孔雀石綠、乳浮靈、丁香粉呢啲化學神藥之後，成個海鮮市場嘅遊戲規則就完全變晒。想象一下，一條魚喺尋日下晝因為缺氧或者疾病，已經反晒白肚、奄奄一息，甚至已經死咗。如果係以前，呢條魚死路一條。但依家班黑心批發商，只要將佢哋浸入一種特別配製嘅化學藥水度。呢啲藥水含有高濃度嘅興奮劑、細胞激活劑同埋防腐劑。呢啲化學物質會直接滲透入魚嘅皮膚同部，強制刺激佢哋嘅神經系統，令到已經停止運作嘅心臟或者肌肉重新抽搐。當呢啲魚被倒進去街市水缸嘅時候，受到水流同藥力嘅雙重刺激，佢哋就會好似喪屍一樣，重新擺動個身，望落去好似游得好生猛。但其實佢哋嘅內臟一早已經腐爛緊，呢啲就係名副其實嘅化學僵屍魚。你可能會話，條魚識得游，咁我蒸出嚟食咪一樣咁鮮甜？咁你就大錯特錯。如果你試過買呢啲30蚊嘅游水魚返屋企，你就會發現一啲好奇怪嘅現象。平時我哋蒸一條真正嘅游水海魚，手起刀落刮鱗嘅時候，條魚會掙扎，斬落去嘅時候啲血係鮮紅色嘅。蒸完出嚟個魚眼會突出嚟，魚肉一塊塊好似蒜飯咁，入口即化，充滿魚味。但係呢啲化學僵屍魚，你買嘅時候見佢游得好勁，但當魚檔佬撈佢上嚟，一棍扭落去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完全冇血流出嚟，或者流出嚟嘅血係呈暗黑色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嘅血液循環一早就停止咗，啲血一早凝固咗。當你將呢條化學魚拎返屋企，一打開個鑊蓋，陣味已經唔啱。正常嘅魚係鮮香味，呢啲魚會有一股淡淡嘅漂白水味，或者好似藥水一樣嘅化學怪味。蒸好之後，你一睇個魚眼係凹入去嘅，完全唔會突出嚟，因為佢嘅細胞一早失去咗活性。最恐怖嘅係食落口嘅口感，條魚嘅肉質好似梅菜咁梅，完全冇彈性，甚至好似食緊舊柴或者棉花咁。而且條魚嘅骨肉係分離嘅，夾一夾就散晒，甚至連魚肚嘅位都化晒水。呢種咁怪異嘅口感，就係因為條魚其實喺尋日甚至前日已經死咗，肉質一早開始腐爛，只係靠化學藥水封鎖住表面嘅腐敗現象，令你肉眼睇落去以為佢仲生存緊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呢啲化學藥水到底對人體有乜嘢傷害？喺呢啲僵屍魚身上最常用嘅化學品，第一種就係大名鼎鼎嘅孔雀石綠。
呢種嘢原本係一種工業染料，用嚟幫布料染色嘅。因為佢有極強嘅殺菌同防腐能力，可以預防魚類生水霉病，所以好多黑心養殖場會偷偷地用。孔雀石綠係一種高毒性、高殘留嘅致癌物質，世界衛生組織一早就將佢列為禁用藥物。呢種毒素一旦進入人體，會直接破壞我哋嘅 DNA， 誘發肝癌、腎癌等重大疾病，而且佢好難排出體外，會喺你體內累積幾十年。你以為自己食緊30蚊嘅平價營養，其實你係用緊自己嘅健康、自己嘅條命去幫襯呢班黑心商家。除咗孔雀石綠，另一種常見嘅神仙藥叫乳浮靈，化學名稱係過碳酸鈉。呢種嘢放落水度，會瞬間釋放出大量嘅氧氣，令到原本因為快要死而缺氧嘅魚，突然之間好似吸咗毒咁，精神百倍。如果只係純氧都算，但市面上好多劣質嘅乳浮靈喺生產過程中會夾雜住大量嘅重金屬，例如鉛、砷、汞。呢啲重金屬會全部吸附喺魚嘅內臟同肉質入面。當香港人最中意用魚骨、魚頭去煲湯嘅時候，呢啲重金屬就會徹底融入個湯度。小朋友飲咗會影響智力發展，老人家飲咗會損害神經系統，嚴重嘅仲會引致慢性重金屬中毒。仲有一種常用嘅叫丁香酚或者其他麻醉藥。班運輸商為咗令到啲魚喺幾百公里嘅顛簸路程中唔好撞傷，或者減少耗氧量，會喺水車度落麻醉藥，等啲魚入睡。嚟到香港街市之後，再用解藥或者刺激性藥物將佢哋喚醒。一條魚由出世到去到你個口，經歷咗被落藥、麻醉、吹醒，再用化學品吊命嘅一整個地獄過程。佢全身嘅毒素濃度高到你無法想象。你可能會問，香港嘅食物安全中心唔係好嚴格嘅咩？點解呢啲化學僵屍魚可以每日大搖大擺咁運入香港，仲擺滿晒各大街市？呢個就要講到黑心批發商同監管機構之間嘅貓捉老鼠遊戲。香港每天進口嘅海鮮數量非常龐大，海關同食安中心根本冇可能做到每條魚都去抽樣化驗，大部分時間佢哋都係採取抽查制度。黑心批發商好聰明，佢哋會將一小部分真正健康、合規嘅魚擺喺最前面，用嚟應付抽檢，而呢啲用藥水浸過嘅僵屍魚就藏喺後面，直接運去各大基層街市。再加上有啲化學物質喺魚體內嘅代謝速度好快，只要過咗幾日，雖然毒素仲喺肉入面，但普通嘅表面化驗可能未必即時驗得出，這就形成咗一個巨大嘅監管漏洞。另外，呢啲30蚊游水魚之所以咁平，除咗因為用咗化學品，仲因為佢哋嘅來源非常可疑。正常嘅海鮮係需要由合資格嘅漁船捕撈，或者由註冊嘅優質養殖場供應，但係呢啲超平價嘅魚，往往係來自一啲無牌嘅內地非法魚塘。呢啲魚塘嘅環境極之惡劣，周圍可能圍繞住垃圾場，甚至化工廠，水質污濁不堪，充斥着各種排泄物同細菌。喺咁樣嘅環境下養出嚟嘅魚，本身就帶有大量嘅寄生蟲同病菌。為咗唔好等佢哋未大就死光，養殖場老細會由細到大餵佢哋食大量嘅抗生素。一條食抗生素大，死咗又用化學藥水復活嘅僵屍魚，就咁樣被包裝成30蚊游水鮮魚，送上咗香港人嘅餐桌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好想知，我哋作為普通市民，平時去街市買餸，到底要點樣做，先可以避開呢啲恐怖嘅化學僵屍魚？其實只要你肯花少少時間，用以下幾招望、聞、問、切嘅方法，就可以拆解呢個街市黑幕，保障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。第一招，睇水缸同條魚嘅動態。真正健康、無落藥嘅游水魚，佢哋喺水缸度嘅游動係非常有規律、自然嘅。佢哋會成群結隊，或者靜靜地待喺水底平衡身體。如果一條魚真係好健康，當你用手或者網去接近佢嘅時候，佢會好警覺咁一尾巴游走。相反，如果你見到個水缸入面嘅魚，雖然游得好快、好生猛，但係佢哋嘅動作非常生硬，甚至係不停地喺度打圈，或者瘋狂咁撞個玻璃缸，成條魚好似失控咁
咁呢啲魚好大機會係被落咗興奮劑或者乳浮靈，正處於藥力發作嘅異常狀態。仲有，如果水缸表面泛起一層不自然嘅藍綠色泡沫，或者水質異常清澈但帶有一種怪味，呢個水缸10成9係加咗孔雀石綠或者其他防腐藥水，見到就要即刻走人。第二招，睇條魚嘅外觀。當魚檔佬撈條魚出嚟嘅時候，你一定要近距離仔細觀察。真正新鮮嘅游水魚，佢嘅雙眼係明亮、清澈、突出嘅，眼球黑色分明，冇任何白膜。而化學僵屍魚，因為細胞已經開始壞死，眼球往往會顯得渾濁、有血絲，甚至微微凹陷。再睇下魚，正常鮮魚嘅魚係呈鮮紅色或者血紅色嘅，而且摸落去黏液適中。如果魚呈現暗紅色、灰紫色，或者完全無黏液，甚至有一股酸臭味、化學藥水味，咁呢條魚絕對係死後復活嘅僵屍魚。另外，真正嘅游水魚身體表面會有一層自然嘅滑潺潺黏液，呢個係佢哋嘅保護層。如果你摸落去發現條魚嘅皮膚好乾澀，甚至魚鱗輕輕一掂就掉落，這就說明條魚嘅肌肉組織一早已經鬆散，係死魚一條。第三招，唔好貪便宜。廣東人有一句老話，叫平嘢無好，好嘢無平。喺依家呢個通脹瘋狂嘅時代，一斤普通嘅蔬菜都要10幾20蚊。如果一條足斤8兩嘅游水魚只係賣30蚊，甚至25蚊，你就要問下自己，天底下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挑？海鮮嘅油費、人工、碼頭稅全部都係錢，30蚊條魚，扣除成本，老細賺啲乜？唯一的解釋就是呢條魚嘅原始成本可能低到幾蚊條，甚至係人哋唔要嘅死魚。所以去街市買魚，千祈唔 dress 貪平，情願買貴少少，有信譽嘅本地優質養殖魚，或者直接買冰鮮海魚，都好過買呢啲來歷不明、用化學品包裝出嚟嘅偽游水魚。講真，呢個30蚊游水魚嘅黑幕，反映出嘅唔單止係食品安全問題，更加係大商販利用基層市民想慳錢嘅心理做出嚟嘅無良商業手段。好多阿媽阿婆為咗幫屋企慳返幾十蚊，日日去排隊買呢啲平價魚，諗住執到寶，點知反而害咗全家嘅健康。如果長期食呢啲化學僵屍魚，慳埋嘅醫藥費隨時要加倍奉還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一定要學識聰明消費。買魚嘅時候，多去一啲自己相熟、有商譽嘅海鮮檔。如果你相熟嘅魚檔佬話你知，今日無好鮮魚，叫你買第二樣，呢啲老細先至係真正有良心。相反，如果一間鋪頭一年365日，天天都大喊30蚊條生猛游水魚，無論打風定落雨都係呢個價，咁你就要打個大大的問號。希望今日同大家揭開嘅呢個街市化學僵屍魚黑幕，可以幫到大家日後去買餸嘅時候打醒12分精神。我哋生活喺香港，雖然生活節奏好快，壓力好大，但係身體健康永遠都係第一位。食落肚嘅嘢，千祈唔好求其，更加唔好因為一時貪平而買咗毒藥返屋企。下次如果你再去街市，見到那些30蚊條游得好瘋狂嘅魚，記得諗起我今日講嘅呢番話。行過去仔細觀察下個水缸，睇下條魚嘅對眼，聞下陣味。如果你發現有任何唔妥，唔好猶豫，即刻轉身走。用你嘅銀包去投票。當大家都唔再去幫襯呢啲黑心化學魚嘅時候，呢啲無良商家先至會冇生存空間，我哋嘅街市先可以回復真正嘅健康同安全。煮一餐飯最緊要係食得安心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健健康康。唔好再俾呢啲尋日死咗，今日識游嘅僵屍魚呃到你嘅雙眼。擦亮眼睛，做個精明嘅香港人，遠離化學毒魚，守護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。